的人生走到如今，任何事情都可以看透。我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，我只需要一位相配不离的爱人。真正会让我感动的，从来就不是甜言蜜语，也不是贵重的礼物，是时常很自然的一句关心的话。你好吗？我想要的幸福，有一个爱我、了解我的人，他温柔，他体贴，会将我放在心里。我想要的幸福很简单，两个人一起生活，一个愿意讲，一个愿意听，双双温暖，爱相伴，一起共度未来的人生。未来的人生。我想要的幸福，有一个爱我、了解我的人，他温柔，他体贴，会将我放在心里。我想要的幸福很简单，两个人一起生活，一个愿意讲，一个愿意听，双双温暖，爱相伴，一起共历未来的人生。未来的人生。